各地的居士大德们，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师父现在所站的位置呢，就在我们南投集集正国寺，在五观堂的里头。那么每一天呢，按照惯例啊，早斋完了结束了，我们就希望透过简单的这些佛陀的法语啊，来跟各位大家互相共勉。不管你是出家或者是俗家的弟子，有学佛或者没有学佛的，我们都应该要有这种常识，基本的生活概念。如果你懂得这些，对你有好处，提供一条非常明确的道路，以后不会慌乱，不会慌乱。那也不会为了生死再提心吊胆这一点呢，我们应该要学嘛。我们事业要成功，做人要圆满，要学，各位对不对？我们做学问一定要求学，也要学。那么面对着生死的大问题，要不要学啊？也要学。所以今天我们为了往后每一个众生都能够在阿弥陀佛的救度之下，大家离开这个生死苦海，跳脱三界，离开六道轮回。各位，为了能够达成这个使命，完成这个人生来转世的最大的意义，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学这个。你看，这个是佛释迦牟尼佛说阿弥陀佛他的根本秘密神咒经里面有一段话，很简短的一段话。但是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有信心。为什么？你只要把阿弥陀佛这几个字搞懂了，把它弄明白，那么大家信心满满，不会再疑惑了。我们也不会再东学西学的，写这个写那个。为什么？我们怕说写这样不够啊，这样不够，我们会担心。但是如果你懂了这几句话之后呢，我们完全不会再有疑惑了，那内心里面不会有一种恐惧感，不会有恐惧感你只要把阿弥陀佛这几个字完全掌握住，对不对？你每天就持诵好好的念，那么所有的功德都浓缩在这3个字里面。好，我们现在透露，把这个秘密的神咒经里面的话告诉大家。阿字就十方三世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十方三世佛，是把所有十方法界，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叫三世。一切诸佛所修持的一切的功德，都在这个字里面呢。这个功德实在包天包地包山包海十方所有一切的功德都在这个字里面。你想想看，殊不殊胜啊？太圆满了，太庄严了。原来就代表了十方三世佛。十方，你看，那十方就是无量无边的法界，一切的诸佛，过去也好，现在也好，未来也好，好，所有一切佛所修持的，都在这个字里面。密日，一切诸菩萨。密是什么呢？一切所有的菩萨。那么菩萨所修的一切的功德，也是都在这个密这一字里面包括了，涵盖，它整个都涵盖，功德里面一个都不会遗漏，所以都在这个密字里面。像观音菩萨啦、文殊菩萨、大势至菩萨、普贤菩萨地藏王菩萨，所有一切这些伟大的菩萨摩诃萨，他们都所修为的一切的功德，都在这个密字里面，都在密字里面。陀日呢？这个陀阿弥陀，陀日是8万诸圣教。他说这个陀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日是8万。我们讲说8万4千法门，实际上是讲什么？我们一切的法门。那么所有一切圣人所教导我们的方法。一切圣人所教导我们一切的方法，比如说经典论藏经藏，各位知道吗？还有
我们在论律藏，所有经历论里面的所有一切，不管是佛讲的、祖师大德讲的，或者诸佛菩萨讲的话，都在这个陀日这个他的修持的方法，他的教理，这个是陀日，就是把这个所有一切的修行方法的总持全部都涵括在这个陀日里面。所以你看，如果你讲所有佛修持的功德，密一切菩萨所修持的功德，陀就是所有修行的一切方法都在这个陀日3日之中是记住啊，一切都不欠缺，一切都不会遗漏。只要你念阿弥陀佛，那么所有佛的功德全部含括在里面喽。都包含在其中呢，包含在其中，所以我们就知道念了阿弥陀佛是不是很安心呢？是不是很安心？你看，没有一点点欠缺，没有一点点不完整，没有不完整。你看，你要什么就有什么，所有佛修的、菩萨修的。辟支佛修的、罗汉所修持的一切功德，包括一切这个仙佛啊，所有的仙呢、佛啊，所有法界众神、天龙八部护啊，他们所修持的，包括人在人道的过程当中所修持的一切的功德，都在阿弥陀这3个日里头啊，全部都记住，3日之中全部记住一点都没有一点点遗漏掉，没有一点点不完整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念了佛好安心了。为什么佛要透过这几个日，让我们众生跳脱离开这个生死苦海？原来他的用意在这里呀，用意在这里。为什么他要修到任何众生，不管是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的众生，念到都有资格、有身份可以到极乐世界？如果他这个名号的功德力还不足以让这些罪恶的凡夫众生能够跳脱，念到不能够离开到西方去成佛，他表示这个功德不够圆满，他必须再修，用功拼命的在修，舍身舍命修这个万善万行，一切累积的功德，就是要完成阿弥陀佛这几个字，让所有一切众生，此方世界、他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世界，一切众生都能念到以后都解脱，念到以后都成就，都得到阿弥陀佛佛光的普照，名号的把他救度接引，他才要成佛。所以今天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所以他阿弥陀这3个日是价值连城呢，对不对？是我们众生唯一的依靠。以及我们呢，本身这个是个烦恼、罪恶很深重的苦海众生，我们要想把这些散乱心这些习气完全改变，我们做不到啊，一般人都很难去完成。但是我们呢，佛陀说不需要，你就这么依你现在的身份过来就行了。你就要好好的念佛，阿弥陀，我把功德都放在这个阿弥陀这几个日里面，你只要念，我的功德就给你了。你的罪业我帮你来承担，你的因果我帮你来偿还，所以你靠我这几个日，你就能够直接跳脱，直接往生西方去成就。佛用这种方法，让我们各个一切的这些罪恶的凡夫众生带来很大的希望，带来我们前途光明无量。如果没有这几个日，我们永远都没办法成就的。尤其是我们这种习气这么重，心污染这么深，尤其对外在执着贪求，根本看不开放不下的凡夫众生，我们怎能成就呢？没有办法呀。但是幸好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发愿，他要成佛之后的名号，让我们众生依靠。所以这阿弥陀这3个字实在是太伟大了。有这个出现，阿弥陀佛证明他成佛了。他成佛就是要用名号来度我们众生，所以我们很感激阿弥陀佛。永远我们要追随阿弥陀佛，永远要感恩阿弥陀佛。有阿弥陀佛，我们凡夫才有希望，我们这种罪恶的苦海众生才有将来。否则的话，我们一定一次又一次不断的轮回。
无穷无尽的痛苦啊，无穷无尽的痛苦。今天幸好在此生此世此时此刻，我们能够听到阿弥陀佛用这个名号要来救度我。当然我要信受奉行哦，我要愿意让他救。怎么救呢？我只要念他的名号就可以了。他没有其他附带的要求，只要你念佛，我就救度你。那你要不要让他救啊？我们一定要让他救啊！我们不让他救，你想想看，我们想一想自己啊，罪恶很深重啊，计较啊，贪心啊，嗔恨心啊，愚痴心啊，毁谤啊，计较啊，看什么都不顺眼，然后烦恼、愤怒、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什么事情我们都做过，所以无恶不作，无作不恶，什么坏事都做过了。所做的事情没有一样是好事情，各位，所以我们是一个罪恶的凡夫。今天幸好佛不嫌弃我们，永远不放弃我们。只要你念佛，我就救度你。太感恩了，阿弥陀佛，感恩你。我们要爱阿弥陀佛，对不对啊？好，今天讲这一段话告诉大家，阿弥陀佛。